你好，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，你是否偶爾會突然感到絕望，覺得自己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？儘管我們努力生活，有時卻會在一座無法僅靠努力跨越的巨大障礙面前感到無望。一個不得不放棄的珍貴夢想，或是看似無法解決的健康或財務問題，仿佛整個世界都背棄了你，如同不忍的絕望。書念婦人看似擁有一切，但她缺少一件事，一個孩子。在古代社會，沒有孩子意味着家族血脈的終結，一種深刻而痛苦的絕望。他熱情地款待神的先知以利沙，甚至為他準備了一間房間。作為回報，以利沙得知了他最深的悲傷，無法生育的事實。他召他來，對他說：明年這個時候，你將懷抱一個兒子。他無法相信。不，神的婦人，請不要欺騙我。他說，因為他早已放棄了希望。然而，奇蹟般地，正如所應許的，他生下了一個兒子。神的恩典和應許是不可能變成了可能。列王紀下4:11-17。親愛的朋友，意想不到的希望也會降臨到我們的生活中。當我們在罪惡和死亡面前，一種我們無法獨自克服的巨大絕望、迷失時，神為我們送來了最偉大、最意想不到的希望禮物——耶穌基督。通過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復活，耶穌完全解決了我們的絕望和罪的問題。我們曾經如不仁般與神隔絕，毫無生機的生活，獲得了永生和救贖的奇妙應許。現在，你是否在生活的某個領域感到深深的絕望，思考着我是不是該放棄了？你是否在一個無法獨自解決的問題面前崩潰？神那將不可能情況在一瞬間轉變的能力，將通過耶穌基督在你的生活中發揮作用。現在就接受通過耶穌基督賜下的救贖和永生的禮物。當你信靠他並依靠他時，意想不到的奇蹟和新希望的誕生將在你的生活中發生。神的應許永遠都會實現，不要放棄，希望一定會降臨到你身上。